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一起来读圣经。我们今天是4月14日，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第16章到21章。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出埃及记第16章到21章。我们用的版本是现代中文译本。第16章，以色列全体人民离开了以琳，在离开埃及后第2个月的15日，他们来到了以琳和西奈中间的逊旷野。在那旷野中，他们埋怨摩西和亚伦，对他们说：“我们宁愿上主在埃及把我们杀掉算了。在埃及，我们至少可以围着肉锅吃得饱饱的。可是你们把我们带到旷野，要我们在这里饿死。”上主对摩西说：“我要从天上降下食物给你们，人民每天必须出去捡当天所需的食粮，这样我就可以考验他们，看他们会不会遵守我的指示。到第6天，他们必须捡2天的食粮，准备食用。”摩西和亚伦对以色列人说：“今晚你们就会知道是上主把你们领出埃及的。明晨你们要看见上主的光辉，他已经听见你们的埋怨。是的，我们算什么？你们的埋怨是对他而发的。”摩西又说：“上主要在晚上给你们肉吃，在早晨给你们充足的食物，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对他发的怨言。你们埋怨我们，其实是埋怨上主。”摩西对亚伦说：“去集合全体人民，站在上主面前，因为他已经听到他们的怨言。”当亚伦对全体人民讲话的时候，他们转头向旷野观望，忽然看见上主的光辉在云端显现。上主对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要告诉他们，在傍晚他们有肉吃，在清晨他们有足够的食物，这样他们就知道我是上主，是他们的上帝。”傍晚，一大群鹌鹑飞来，多的把全营都遮盖了。清晨，营的四围都是露水，露水一蒸发，在旷野的地面上有一层薄薄像霜一类的东西。以色列人看见这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询问：“这是什么？”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上主给你们的食物。上主曾经吩咐，每人各取所需，每家的每一个人只可捡取2公升。”以色列人照着吩咐做了，有些人捡得多，有些人捡得少。量的时候，捡多的没有剩，捡少的也不缺。每一个人所捡的刚刚是他所需的。摩西对他们说：“不准有人把食物留到第2天。”可是有些人不听摩西的话，留下一些。第2天早晨，这些留下的都生了虫，而且有霉味。摩西对他们生气。每天早晨，人人按照自己的食量捡取食物。太阳发出热气的时候，食物就融化了。到第6天，他们捡取了双倍的食物，每人4公升。民间所有的领袖向摩西报告这件事。摩西对他们说：“上主已经吩咐了，明天是安息日，
明天是安息的日子，是该向上主守的圣安息日。今天你们要把烤好、要煮的东西都弄好，剩下的留在明天吃。他们照着摩西的吩咐，把剩下的食物留到第二天。这些食物也不生虫，也不发霉。摩西说：“你们就吃留下来的食物吧，因为今天是献给上主的安息圣日。你们在营外找不到食物，你们必须在6日内捡取食物，但第7天是安息日，什么都没有。到第7天，有些人仍旧出去找食物，但什么都没找到。上主对摩西说：你们到现在还不肯遵守我的命令吗？记住，我是上主，我给你们1天的休息。为了这缘故，我在第6天给你们2天的食物。到第7天，每一个人必须留在家里，不准出去。所以以色列人在第7天不做工。以色列人把这食物叫玛拿，它像圆锥子，白色的，吃起来像掺蜜制成的饼。摩西说：上主命令我们留下1点玛拿给我们的子孙，好让他们看到上主从埃及领我们出来时，在旷野中所赐给我们的食物。摩西对亚伦说：拿一个罐子，放2公升玛拿在罐子里，存在上主临在的地方，这是为我们的子孙留下的。上主这样吩咐摩西，亚伦就照样做了。他把罐子放在约柜前面，保存起来。以色列人一共吃了40年的玛拿，直到他们到迦南定居下来。当时标准器的单位等于20公升。第17章，以色列全体人民遵照上主的指示，离开逊旷野，一站一站地迁移。他们到利非定扎营，那里没有水喝。他们又埋怨摩西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回答：你们为什么埋怨？为什么要试探上主？但是人民非常口渴，继续埋怨摩西。他们说：你为什么把我们领出埃及？要让我们和我们的儿女，连同我们的牲畜都渴死吗？摩西在上主面前恳切祷告说：我拿这人民怎么办呢？他们快要拿石头打死我了。上主对摩西说：你带几个以色列人的领袖跟你一起走在人民前头，手里要拿着你击打尼罗河水的杖。我要站在你面前，在何烈山的一块磐石上，你击打那磐石，就会有水流出来给他们喝。摩西当着以色列领袖的面这样做了。那地方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抱怨，试探上主。他们问上主是不是和我们在一起？亚玛利人到利非定攻击以色列人。摩西对约书亚说：你去挑选一些人，准备跟亚玛利人作战。明天我要站在山顶上，手里拿着上帝吩咐我们带的杖。约书亚照摩西所吩咐的，出去跟亚玛利人打仗。而摩西、亚伦和户尔到山顶观战，
只要摩西举起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他手一放下，亚玛利人就得胜。摩西的手酸了，亚伦和户尔搬来一块石头，让他坐在上面，两人站在他旁边扶着他的手，直到日落的时候。这样，约书亚击退了亚玛利人。于是上主对摩西说：“把这次得胜的事迹记录下来，使后代不会忘记。告诉约书亚，我要完全毁灭亚玛利人。”摩西建造了一座祭坛，称他上主是我的旌旗。他说：“高举上主的旌旗，上主世世代代要和亚玛利人作战。”第18章，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到了上帝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为摩西和他的人民所做的事，就来见摩西，并把摩西留在娘家的妻子希波拉和2个儿子带来。2个儿子，一个叫葛顺，因为摩西说过：“我是寄居外地的陌生人。”另一个叫以利以谢，因为摩西说过：“我父亲的上帝帮助我，拯救我，使我没有被埃及王杀掉。”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他2个儿子来到圣山，就是摩西在旷野扎营的地方。叶特罗先派人通知摩西，他们就要来了。所以摩西出去迎接他，跟他行礼，并亲他。他们彼此问安后，就进到摩西的帐篷。摩西把上主为拯救以色列人，对埃及王和他人民所行的一切事告诉叶特罗。他又告诉岳父有关以色列人沿途遭遇的困难和上主怎样拯救了他们的事。叶特罗听了非常高兴，他说：“赞美上主，他从埃及王和他人民的手里拯救你们出来。赞美上主，他从奴役中把你们解放出来。现在我知道上主比所有的神明伟大，因为当埃及人那样虐待以色列人时，他成就了这一切。”于是叶特罗向上帝献上烧化祭和其他祭物。亚伦和其他以色列的领袖都来跟他一起吃这神圣的筵席，作为敬拜的礼仪。第2天，摩西坐在人民中处理纷争，从早到晚十分忙碌。叶特罗看见这情形，对摩西说：“你到底在为人民做些什么呢？为什么让这许多人从早到晚站在这里等着你的指示，由你自己一个人处理呢？”摩西回答：“我必须这样做，因为人民到我这里来求问上帝的旨意。凡有2人发生争执，就来找我解决，我得替他们判断谁是谁非，并把上帝的律例和指示告诉他们。”叶特罗说：“你的做法不好，你和你的同胞都会累坏了，你不能一个人做这许多事。我现在给你一些建议，愿上帝与你同在。你代表人民，把他们的纠纷带到上帝面前，向他请示是对的。不过你应该把上帝的律例和指示教导他们，解释给他们听，使他们知道该怎样处事为人。除此以外，你还要指派一些能干的人做以色列人的领袖，每1000人要有1个领袖，然后每100人、50人、10人都应该有领袖。
他们必须是敬畏上帝、可靠、不受贿赂的人。你要指派这种人，随时为人民判断案件。他们可以把重要的案件带到你面前，小纠纷就自行处理。这样，他们可以分担你的责任，使你的担子轻省些。如果你这样做，上帝也这样吩咐你做，你就不至于精疲力竭，而人民的纠纷也可以早些解决。摩西接受了耶特罗的建议，在以色列人中选拔能干的人，作为1000人、100人、50人和10人的领袖。他们被指派随时为人民判断案件，遇有疑难的案件，他们请示摩西，小纠纷就自行处理。后来摩西和叶特罗分手，叶特罗就回家去了。第19章，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第3个月初1那一天，到了西奈旷野。他们先离开利非定，然后到西奈旷野，在西奈山下扎营。摩西上山朝见上帝。上主从山上呼唤摩西，要他告诉雅各的子孙以色列人说：你们已经看见了我，上主怎样对付埃及人。我背着你们，正像母鹰把小鹰背在翅膀上，把你们带到这里归我自己。如果你们服从我，守我的约，你们就是我的子民，全世界都属于我，但只有你们是我的选民，是神圣的国民，是侍奉我的祭司。于是摩西下山，召集人民的领袖，把上主命令他的事一一告诉他们。以色列人民一致说：我们要遵照上主的话做。摩西就把他们的话回复上主。上主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降临，来找你，使我的子民听到我和你的谈话，从此都相信你。摩西把以色列人的话回复了上主。上主对他说：你去告诉人民，今天和明天他们要洁净自己，他们要洗涤衣服，到后天一切都准备好。那一天我要降临在西奈山，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能够看见我。你要在山的四周画界限，告诉人民不可越过，也不可上山或接近这山。凡踏上这山的人，就必须处死，或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死。无论谁都不准碰他的尸首，人的牲畜都要遵守。凡违犯的都必须处死，一直到号角响起的时候，人民才可以上山。摩西下山吩咐人民，要他们洁净自己，准备敬拜。于是他们洗涤衣服。摩西告诉他们，到后天一切都要准备好，同时不可亲近女人。第3天早晨，雷电交加，一朵密云在山上出现，号角声大响，营里的人民听到了都发抖。摩西率领他们出帐篷来朝见上帝。他们都站在山脚下，整个西奈山被笼罩在烟雾中，因为上主在火中降临。这烟像窑里冒出来的浓烟，全体人民猛烈颤抖。这时，号角的声音越来越响。摩西讲话，上帝用雷回答他。上主降临在西奈山上，召摩西上山，
摩西就上山去。上主对他说：“你下去警告人民，不可超越界限来看我，否则会有许多人死亡。就连祭司也必须先洁净自己，才能走近我，否则我要惩罚他们。”摩西对上主说：“你的子民不能上来，因为你已经吩咐我们要以这山为神圣，并且在山边立了界限。”上主对摩西说：“你下去，把亚伦带上来，但祭司和人民不可越过界限到我这里来，否则我要惩罚他们。”于是摩西下山，回到人民那里，把上主的话告诉他们。第20章，上帝做了以下的指示：我是上主，你的上帝。我曾经领你从被奴役之地埃及出来。我以外不可敬拜别的神明，不可为自己造任何偶像，也不可仿照天上、地上或地底下水里的任何形象，不可跪拜或侍奉任何偶像。因为我是上主，你的上帝，我绝不容忍跟我对立的神明。恨恶我的人，我要惩罚他们，甚至到3、4代的子孙；但爱我、遵守我命令的人，我要以慈爱待他们，甚至到1000代子孙。不可滥用我的名，凡滥用我名的人，我上主，你的上帝一定惩罚他。要谨守安息日为圣日。你有6天可以工作，第7天是分别归我上主你上帝的安息日。这一天，无论是你、你的儿女、奴仆、婢女、牲畜或侨居的外族人，都不可工作。我上主在6天里创造了天地海和其中万物，但在第7天休息。因此，我上主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要孝敬父母，好使你在我要赐给你的土地上享长寿。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图别人的房屋，也不可贪爱别人的妻子、奴仆、婢女、牛驴或其他东西。人民听见雷轰和号角声音，看见闪电和山上冒出的烟，都非常害怕，远远地站着。他们对摩西说：“请你向我们说话，我们必定聆听。若是上帝向我们说话，恐怕我们会死。”摩西回答他们：“不要害怕，上帝出现是要考验你们，使你们时时敬畏他，不致犯罪。”可是人民仍然远远地站着，只有摩西上前，靠近上帝所在的密云。上主命令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已经看见我，上主怎样从天上向你们说话。你们不可做任何神像与我相配，也不可为自己造任何金或银的神像来敬拜。你们要用泥土为我造一座祭坛，在坛上献牛羊，作为烧化祭和平安祭。在我指定作为你们敬拜我的每一个地方，我都要来，要赐福给你们。
如果你们用石头为我造祭坛，不可用凿过的石头，因为动过凿子的石头是不合造祭坛的。不可为我筑造有台阶的坛，免得你们走上台阶时露出自己的下体。第21章，要向以色列人颁布下列条例：如果你买一个希伯来人做奴隶，他必须为你工作6年，到第7年，他可以恢复自由，不必付任何赎金。如果他成为你的奴隶时未婚，走的时候就不能带走妻子。如果他成为你的奴隶时已婚，他可以带妻子一起走。如果妻子是主人给他的，而妻子为他生养儿女，那女子和她的儿女都属于主人，他必须独自离去。倘若那奴隶声明他爱主人和自己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离去，他的主人必须带他到敬拜的场所，让他靠着门或门框站着，用砖子在他耳朵穿一个孔，这样他就要终身服侍主人。如果有人把自己的儿女贩卖为奴，他不能像男奴一样得以恢复自由。倘若买他的人本来想娶她为妻，后来却不喜欢她，就得让他的父亲赎回她。主人不能把他卖给外族人，因为他已经对他失信了。如果有人买女奴给自己的儿子，就得待他像待自己的女儿一样。若有人娶了第2个妻子，他对第1个妻子必须像以前一样，供给食物、衣服和性的需要，不可减少。如果他对第1个妻子不履行这3项义务，必须让他自由离去，不可向他索取任何补偿。凡打人致死的，必须处死。如果不是故意杀人，而是一时失手，他可以逃避到我指定的地方去。如果有人蓄意谋杀，就必须处死。纵使他逃到我的祭坛前，也不能免。凡殴打父母的，必须处死；凡绑架人，把他贩卖为奴，或留下做奴隶的，都必须处死；凡咒骂父母的，必须处死。2人打架，一方用石头或拳头打伤对方，但未把对方打死，可以不受惩罚。如果被打的人因伤卧床，但以后能够起来扶杖出门行走，那打他的人必须赔偿他的时间上的损失，并负责把他治好。凡用棍子击打奴隶，无论男奴或女奴，以致奴隶立刻死亡的，必须受罚。如果奴隶过1-2天才死，主人就不必受罚，他在财产上的损失就是他的惩罚。如果有人因打架而撞伤了孕妇，以致孕妇丧失胎儿，但没有其他伤害，那人必须赔偿。赔款数目应由受伤妇人的丈夫提出，而经判官批准决定。如果孕妇本人受伤害，那人就得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灼伤还灼伤，以创伤还创伤，
以鞭痕还鞭痕。如果有人击打男奴或女奴的眼睛，以致打坏了一只眼睛，他必须释放那奴隶，作为损失眼睛的赔偿。如果他打掉了奴隶的牙齿，也必须释放那奴隶，作为损失牙齿的赔偿。若有牛抵死了人，就得用石头打死他，但他的肉不可吃，牛的主人不必受罚。倘若那头牛常常抵伤人，而牛的主人屡次受警告，仍然不把牛拴好，以致牛抵死了人，那头牛要用石头打死，而牛的主人也得处死。如果牛的主人被判以罚款抵命，他必须照规定的数目缴纳。如果牛抵死男童或女童，也得按照上述办法处理。如果牛抵死男奴或女奴，牛的主人必须偿还奴隶的主人30块银子，而牛要用石头打死。如果有人揭开井盖，或是挖了井而不把井口盖好，以致牛或驴掉进去，他必须拿钱赔偿牲畜的主人，而死了的牲畜归他。如果有牛抵死了另一头牛，双方要把活着的牛卖了，平分卖牛的价钱，同时平分死牛的肉。倘若其中的一头牛向来好斗，牛的主人却没有好好的拴着它，他必须拿一头活牛赔偿对方，而那头死牛可归他。今天是4月14日，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出埃及记16章到21章。